一人自斟自饮，好不快活。忘忧酒又叫解相思，酒里有红豆、青梅、豆蔻，是上等的好酒。是你。上次与姑娘桃花娘子庙一别，这一次又见面，可见和姑娘真的是很有缘分。可否赏个座位？请。忘忧酒，喝一口忘情忘忧，喝了一口准保一醉解千愁。姑娘想要忘记什么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次姑娘为了意中人，向桃花娘子苦苦哀求，这一次又为了意中人喝酒，可见用情至深。其实，天下之大，姑娘何必把心思放在一个人身上？多谢公子宽慰。公子何须真的这么满？陪姑娘同饮，姑娘的酒不也是这么满吗？公子果然是个实在人，多谢公子相陪。只不过，我为我的烦恼，公子犯不上陪我忧愁。我曾告诉过你，我有一位红颜知己，可惜我不能和他在一起。公子曾提起过。为了忘记过去，我决定把他放下，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。这个女人对我百依百顺，可是她的心里却藏着另一个人。看来多情反倒是一种伤害。不说这些了，来，你我同饮此杯，把不愉快的过去忘记。好。在下姓耿，请问姑娘的芳名？相逢何必曾相识，芳名何足挂齿。时辰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有缘再见。姑娘慢走。王爷，四大名捕奉诸葛正我之命，护送王妃去陇西，我们要不要采取行动？千万别轻举妄动。如果不让四大名捕去的话，他们反而会怀疑。诸葛正我已经怀疑到王妃的身上，他断定丢失的玉玺跟本王有关系。王爷，但王妃跟他们在一起，我担心。那咱们就将计就计，让四大名捕跟着王妃，看他们究竟耍什么花招。那玉玺怎么办？玉玺暂时安全，你呢就先盯着他们。如果玉玺真的出了问题，你就该知道怎么做了。小人明白。诸葛正我，你远在京城想跟我斗，居然派几个小毛孩来，你真是太高估你自己了。不许进去！安世耿，1个时辰之后，穴位会自动解开。我们走。无情，我们想到救如烟的办法了。那快试试。来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嗯。你不要怕，有我在。如烟，如烟姑娘，姑娘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怎么又是你啊？他现在是个半死的人，已经无药可救了。我要跟他说话。在苦海的最深处，也就是一个苦字。小姑娘，你还是离开吧。
如烟，如烟姑娘，你是谁？我是楚离墨，是无情公子派我来找你的。无情，无情叫你来的。嗯，你是不是受到了威胁和控制啊？不管这么多了，我们先离开这里吧，跟我走。怎么会有人懂读心术？如烟姑娘，林母一定可以唤醒你。 是罗后和基督，是冠愁洞的恶神。天神之威，力大无穷，还不快让开！你们的主人是谁？快说！落日之火，惊天动地。不要！好热，好热！救命！救命！吕布。 你要挺住，一定要挺住！好热！救命！楚姑娘，如烟姑娘和无情公子本来就是相爱的一对，我今天一定要把她给救出去。楚姑娘，你快走吧，你这样会被烧死的。烧死我也不怕，我今天一定要找出来，到底是谁害了你？他们的威力很大，你斗不过他们的。 就算斗不过，我也要斗！楚姑娘，不要！楚姑娘，还有什么？你们尽管来吧，我不怕。如烟姑娘，无情公子他真的很爱你，他一直忘不了你，他所受的痛苦比这还要痛苦10倍、100倍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。 楚姑娘，你别再跟他们斗了，我不想你因为我受到伤害，你千万要坚持下去。你跟无情公子一定会团聚的。
李牧，如烟，申侯府竟然有这样的神人，竟然可以破我的控心术。无情，是你吗？如烟，你醒了。无情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先别管我的双眼，我要把你救出来。紫金龙的锁只能在里面打开。那你赶快打开紫金龙，快点！无情，如烟，怎么会这样？紫金龙打开了。哇！玉玺在这里。原来玉玺藏在这里。冷大哥，李牧，如烟姑娘她怎么样？她醒了吗？他没事了，现在跟无情在一起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什么大碍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什么都不用想，好好休息。嗯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照顾你。好了，再休息会儿。睡吧。来，把解药喝了。喝完了吗？嗯。无情，我担心你的眼睛。我的眼睛不碍事，只要你醒来，我就安心了。这千香百味之毒已在我体内渗透全身，我还以为我离死期不远了。不要说这种丧气话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如果不是楚姑娘相救，我想我这辈子都要困在紫金笼里，受控术操纵。如烟，这些年来，你一直都在我的心里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什么不把我忘了？跟你在一起的日子，是我最快乐、最幸福的时光，我怎么能忘记呢？这清风玉笛，你还带在身上。我记得那年我送你那天，你还亲了我一下。可是造化弄人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。今生今世，我们再也不分离。王爷，四大名捕已经发现玉玺，安王妃又落在他们手上，恐怕……是吗？王爷，王爷，你把我骗得好苦。我骗你什么了？紫金笼里面为什么会有玉玺？如果不是玉玺，我又何必劳你相送？现在紫金笼已经被打开，王妃和玉玺都被四大名捕带出来了。玉玺和王妃本来由你看管，现在这两者都落入四大名捕手里，你还有脸回来见王爷？
王爷，奴奴只想报仇，不想造反。你认为世间的事有那么容易啊？我不明白。那我就说个明白。我们要对付的是朱王爷，他可是皇上的亲弟弟。神侯府的诸葛正我又是他的好朋友，这盘根错节的关系，你觉得我们一下子可以扳倒他们？这些事情与我无关。奴奴一心报仇，王爷利用奴奴私运玉玺，这并非奴奴所愿。本来我是想用玉玺将他们连根拔起，等我做了皇上，他们自然就成了阶下囚。到时候你想找谁报仇，都可以。奴奴不会助纣为虐，参与造反，替你夺取天下。奴奴和王爷的一切就此了断，从此各不相干。王爷要抓回奴奴吗？不用了，他自会回来找本王的。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四大名捕获得玉玺，必回京城。只要打听到他们的回京之路就可以了。对，知道四大名捕回京路线，在他们的必经之路布好埋伏，将他们一网打尽，替王爷夺回玉玺。看来你想到我心里去了。原来玉玺藏在紫金笼里。安世耿以王妃求神为名，实则是想偷运玉玺。安世耿和温如玉之间的谜终于解开了。他们两人的目的都是玉玺。安世耿偷运玉玺离京，背后一定藏着什么阴谋。冷血，你在担心黎墨？黎墨刚刚用了读心术，他的元气消耗很大，估计很长时间才能康复。如烟姑娘，她怎么样？她之前昏昏沉沉，是中了安世耿的控术。控术？这所谓的控术，就是对人的行动和意识加以控制，让那个人听你的话。怪不得如烟姑娘之前那个样子，是被安世耿控制了。这就可以解释为。但待得无聊了，所以出来走走。也是，最近发生了那么多事情，大家心情都不好，出来散散步，呼吸下新鲜空气也好。那你陪我走走吧。黎墨受了内伤，他把如烟姑娘唤醒了，但如烟中的千香百味之毒太深，大家都很惆怅。无情一直守在如烟姑娘身旁，不离不弃。是啊，无情对如烟的感情真是可歌可泣，至真至诚。能找到一生的挚爱，本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只可惜，他们的感情有太多的障碍。
说不定碰上很多障碍的感情，这样的感情才珍贵啊。依依，其实我们的感情也可以像他们一样的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如果如烟离开了，无情会怎么样？如果有一天如烟离开了，无情一定会随他而去的。至真至诚的感情失去了，行尸走肉的日子，对无情来说，生不如死。铁手哥哥，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，你会随我而去吗？傻瓜，你不是好端端的在我面前吗？走吧。七瑶花，紫罗公主，这么晚了你还没睡？公主不是也还没睡吗？我一想到那个楚离墨天天缠着我冷哥哥，我就生气，怎么可能睡得着？你也为这事烦心吗？我以前觉得你是我的敌人。现在看来，真正的敌人是楚离墨。咱们现在怎么办啊？冷大哥，他心里面都是楚离墨，我怎么样也阻止不了。我不服，凭什么我堂堂一国公主，却比不上那个破丫鬟？我总相信，一颗真心总有回应。哼！铁手哥哥牵我的手，我本来应该觉得很高兴，为什么我心里会这么难受呢？我以后只会是一个独女，被人唾弃，被争到不如，而你是堂堂神侯府的神部，跟我完全是两种人。我以为学会阎罗毒手掌是件很骄傲的事情，但现在我讨厌我的手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带如烟走。你们要去哪里？去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。你真的决定要和如烟隐居避世？我欠他太多，一心只想弥补他。兄弟，我支持你。男人就不应该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到伤害。我这么做，就是为了让如烟远离伤害。但是现在我担心的是，安世耿他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两个，他一定会另想计谋。我担心会对你们不利。但是如今他再敢伤害你们的感情，就要先过我们四大名捕这一关。我不想把你们牵扯到这件事情上。我们是兄弟，我无情有你们这三个兄弟，此生无憾。那师叔那边就拜托你了。你放心吧，有我在。但是你要答应我，无情，一定要把眼睛治好了才能上路，这样对你们的安全有保障。好兄弟。铁手哥哥，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。我们不会再见面了。你不要问我为什么，也不要找我。
意义。如烟姑娘，我是黎墨，请进。你怎么样？好点没有？我还好，快坐。楚姑娘，谢谢你破了控术大法，把我唤醒。相救之恩，如烟没齿难忘。别这么说，你是无情公子最重要的人，能够把你唤醒，大家都很开心。你心地善良，无情能有你这样的朋友，真是三生有幸。以前在申侯府的时候，他很照顾我，朋友是相互的嘛。啊，对了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。什么事？无情公子一直说你已经不在人世了，可是，其实出嫁那天，我因为心有不甘，在花轿里自尽。后来是安世耿救了我，所以你为了报恩就嫁给了他。安世耿权倾朝野，更何况他把我父母软禁在一所大宅子里。为了他们，我除了下嫁，别无选择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你现在跟无情公子重逢了，你以后就打算跟着他了？我和无情已经错过太多了。从今以后的日子，每一天都是赚来的。我不奢求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此刻拥有。我真羡慕你们的感情。楚姑娘，如烟还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？我中毒太深，自知命不久矣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我希望你能够替我照顾无情。你怎么说这种话呢？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你跟无情公子好不容易才重逢，你千万别说这种话呀！自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。我把无情托付给你，我很放心。我了解无情，他是一个知情知性之人，他用情之深，绝非常人。如果我真的离开这个世上，我希望你能够留在他身边。如烟姑娘，我离世之后就告诉他，我希望他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，否则我在9000之下，心里也不得安宁。如烟这一生，从未求过人。楚姑娘，今天我把此事托付给你，相信你不会拒绝一个垂死之人的请求吧？你就答应我吧。你先别说这么多了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答应就是了。谢谢你。菲菲，送给你。咱们去转转。
林依依，忘记这一切，就当从来都没有发生过。依依，依依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封信？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再喜欢你。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是因为这个要离开吧？这个不用你管。以后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你是因为我才练毒手阎罗掌的，我会对你负责到底。我不用你对我负责。我问你，离开我，你要去哪里？天下之大，一定有我的容身之处。你还可以去哪里？你父母已经不在了，你一个女孩子无依无靠。好了，别说了。我知道，你心里自责。这毒长让你成了毒女，你怕我会嫌弃你，你觉得自己配不上我。既然你知道，就放我走。我不介意，我不介意什么毒女不毒女的，我真的不介意。神捕和毒女怎么能在一起呢？我跟你在一起，只会成为别人的笑柄。别人怎么想，那是他们的事情。而且我相信，你一定可以慢慢的把它给戒掉。依依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让我们一起来面对，好不好？别走。没有尸魂丹，我必死无疑。要回去找安世耿要解药吗？不行，他一直在利用我，不可以密谋造反。不能跟安世耿同流合污，推翻皇朝。就算死了，我也不会回去。客栈待着就是闷，那个该死的楚离墨，穿着冷哥哥的衣服，整天晃来晃去，看到就讨厌。冷哥哥还把他当个宝。你敢拆我招牌？一块破布，一个烂杆子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这位姑娘，额角周整，眉若悬杯，鼻若点漆，这一看就是一脸的富贵相啊！哎呀，只是眉头不展，一脸污气，一定是头头碰到黑，事事不顺利呀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嘿，这3个字，懂吗？神算子。有什么不顺利的事，神算子一卦，替你消灾解难。你还有这本事？不相信，那咱就来试一试。来，请坐。那你想求什么？是家宅、健康，还是姻缘？姻缘，我想知道，怎么样才能让冷哥哥喜欢我？向金仙会，格外留神。我没有银子。没银子？看你身娇肉贵的，原来没银子。赶快走开！你帮我算算嘛。我神算子从来不做善事，走开！我从小到大都不带银子的。没银子，没商量。我把这个给你吧。我早就看出来，你出身富贵。来，我给你卜卦，把手伸出来啊！用心感受，慢慢体会啊。走。萧何月下追韩信，闻君相如为情奔，也就一个字，走。
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走，那个男人他在后面追你，就证明他在乎你；如果他一天都不找你，就证明他根本就不在乎你。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哦。反正啊，你是见路就走，越远越好。越远越好。你走得越远，他找你就越辛苦，那就证明他更加的在乎你嘛。你说的对，那我就走了。哈哈，记住一个字，走。嗯，谢谢。坐。如烟姑娘，你别紧张，无情公子的眼睛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如烟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能看见。你为我受了这么多苦，我怕。放心吧，我的眼睛不会有事的。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李某说的对，来，拆药布吧。你的眼睛被纱布包了这么久，一定会很不适应。待会儿慢慢的睁开，别急。怎么样啊？无情，你能看见我吗？如烟，你看见我了？对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我是不是变了？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个如烟了？不，一点都没有变，还是那么美。我的无情也没有变，一点都没有变。你的眼睛能痊愈，实在是太好了。我已经仔细勘察过了四周，查好了回京之路。客栈的南方就是君安镇。从君安镇出发，经过大行岩沿南路一带，这边都是悬崖峭壁，比较不容易遭到埋伏，也会安全一点。我跟追命去过东路虎君山，这个地方位处高山，下有无底深潭，四周山高水险，非常危险。但是路程短，回京要比走大行岩快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一条最短的路线回京。好啊，既然这大行岩不容易遭到伏击，那我们就走南路。大行岩。你终于醒了，是我把你救回来的。你这个假仁假义、图谋造反的奸贼，我不想看到你。去哪儿啊？天下之大，不管去哪里，我都不参与造反。可别忘了，我的失魂丹天下无人能解。那我就此了断一生。那你的血海深仇还报不报？血海深仇？难道你忘了？你的族人是怎么在一夜之间被诸王爷全部屠杀？你想死不要紧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怎么面对地底下的族人呢？其实你死了也挺好，哈哈，诸王爷就可以安枕无忧地睡觉了，可以偷偷地微笑了。你死了，就没人找他报仇了。你死了，冷血怎么办？你走吧，我才不想见到你。王爷，奴奴知错了，奴奴一定要为狼族报仇，甘愿效忠王爷。这就对了，起来吧，本王是为你好。王爷，启禀王爷，四大名捕准备从君安镇出发，取道南路大行岩。大行岩，大行岩是个好地方。王爷，只要我们一路跟踪四大名捕，找个机会，然后下手。奴奴，你真心
愿意听本王的话吗？为了报仇，奴奴愿意一切听从王爷差遣。